嘉义在地表演艺术团队阮剧团甲6间偏乡的国小合作，开办艺术教学的小地方计划，希望透过这剧团的资源甲少年艺术工作者的创意，让台湾囡仔有一个结合创新教育甲艺术体验的教育课程。配合老师的指示，国小的学生囡仔运用骹手肢体，甲头壳内底的创意搬演出来。六家乡的原来国小学生敢若45个人，学校就讲，这个艺术课程对偏乡的囡仔来讲是真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可能会有一点害羞，或是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，但是我们通过8次的课堂，让他慢慢去习惯，他们呈现的时候是有被看到的，有被看见的，那他慢慢可以就是建立他的自信。行路就好耍的，会使甲朋友做伙行。我上3摆啊，我感觉以前拢比以前搁较好。搁较袂去看别人要安怎看家己。阮剧团为着要互偏乡的学生囡仔，会当透过艺术的方式接触多元的教育机会，甲家己县6间偏乡学校来合作推展小地方计划，要透过表演艺术的课程，建立囡仔的自信甲创意。除了讲因会晓讲以外，吼，其实因的肢体动作嘛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剧团入来这3、4届上，互囡仔上课的时间，吼，其实会当足明显的感觉到讲。囡仔伫咧这个肢体动作方面的这个进步。虽然讲嘉义县咱毋是6都等级的大都市，但是有一个在地的剧团因为在地支持的这系统，我会当伫咧台湾推送出一个包括着创新包括着实验教育，包括着艺术体验的一个全新的模组的教育。阮剧团表示，这个小地方计划是一个长期佮全面性的艺术课程，目前当透过募资的方式，希望会当增加老师教材，服务更较侪学校，照顾台湾更较侪偏乡的囡仔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